今次可能成日都係講香港人渡海泳，咁其實始終呢個地方係台灣人嘅。我點解帶2014咧，唔帶2019，唔帶2020，唔帶2021咧？因為可能大家都嗰啲都有共同符號啦。因為19年其實香港同台灣，我相信喺佢哋選舉嘅時候都拉得好近，即係由可能大家選某某總統去到，咦？可能見到香港咁臨時轉彎又選某某總統咁樣啦。咁我覺得已經有啲嘢，因為網絡啊，或者新聞事件啊，或者香港嘅事咧，有啲文化符號有啲近嘅。咁所以我就覺得，咦，嗰個都唔使再講啦。咁反而會唔會佢哋 miss 咗？成日話我哋好努力爭取民主自由幾多年點樣？其實我又唔覺得香港人冇付出去爭取自己嘅嘢。咁所以我覺得14年都係一個轉折點啊。咁我覺得都距離而家2025年都有10年啦，係咪？咁可能大家 focus 咗喺19年，即係因為19年之後冇咗好多嘢，但係2014年咧，其實我覺得多咗好多嘢嘅。因為之後14年有好多組織嘅產生啦，有好多人嘅對於自己嘅社會啊生活有啲覺醒啦，即係身邊嘅人或者我要喺呢度生活，我要俾啲咩個社區或者個社會，我先有翻一個話事權啊。咁所以好多組織啊，即係可能有維修香港啊，或者有唔同嘅組織林林沈沈建立起嚟，即係可能一班維修師傅都平時可能放工都係去打牌咁樣，即係去玩啦。咁佢哋會組織喺社區去幫下啲弱勢社群喎，即係可能去探下啲公公婆婆，去講下唔同嘅理念喎。咁我覺得14年之後係得多過失嘅。19年可能係大家 focus 咗喺言論自由同遊行呢啲上面，覺得失去嘅嘢好多咯。咁但係我覺得每一個時間都會令人進化嘅。咁大家只係香港人會轉去某一啲位，繼續持續去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咯。所以我覺得我都想將褪後10年，但係嗰10年嘅起點嘅嘢俾台灣嘅人睇到，我哋都有好努力去做好嗰10年。